腐女其中一個特質咧，就係你同佢玩相反詞遊戲，問攻嘅相反，一般人會答守，但係咧腐女咧就會答受。除咗依個之外，腐女仲有咩其他特質呢？另一種試腐女嘅方法咧，你可以嘗試叫佢拼街嘅英文，你會發現佢拼嚟拼去都會拼到個機字俾你。Oh no！ 另一種特質，腐女心目中嘅菊花已經唔係一種花咁簡單。腐女個腦裏邊咧擁有大量佢唔會用得上嘅知識，比起男性咧，佢哋更了解男性，都係多得佢哋喺課餘時間係會自修擺柯嘅。腐女嘅世界咧冇分男女，只有分攻同受。腐女嘅世界冇分生物同死物，只有分攻同受。腐女嘅世界冇分靚仔同醜樣，只有靚仔。除咗可以一手一腳畫好一本同人本之餘，腐女喺現實上面嘅妄想力都唔可以睇小。